意云高大师 第三世多杰羌佛，杰出成就荣获金质奖章。关于第三世多杰羌佛佛号的说明。意云高大师 第三世多杰羌佛，杰出成就荣获金质奖章。国际日报美西要闻，2002年12月15日星期日，意云高大师 第三世多杰羌佛，杰出成就荣获金质奖章，将道德品质与文化艺术融为一体，无私奉献。本报讯，美国意云高大师基金会一连5天在该会举行意云高大师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伦理道德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昨日会中讨论意云高大师第三世多杰羌佛不追求名利，躬身实践伦理道德，并讨论他各种杰出成就一心为人类做无私的奉献的具体事例。今年10月2日，前尼副总统在华府亲临颁发卓越成就的勋章给意云高大师第三世多杰羌佛。云高大师当日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说某一病人需要紧急抢救，大师当场毫不犹豫，当下放弃接受授勋，离开大典会场，及时赶往病人处，以跑马神针抢救这位病人。这种为救人顾不得自己荣誉的行为，闻者莫不动容。结果3日后，这枚勋章搭住飞机被送到意大师的住处，更显光辉灿烂。大师则对授勋典礼临时缺席表示歉意，并予致谢。今年9月，白宫总统亚太裔顾问委员会主席亲自莅临美国意云高大师国际文化基金会代表布希总统为意云高大师第三世多杰羌佛颁发了金质奖章，以表彰大师崇高的伦理道德、艺术成就和对人类的杰出贡献。在颁奖会上，主席高度评价了大师的各项成就，首屈一指。这项殊荣代表意大师不仅是华人社会的翘楚，也是世界的杰出楷模，方能获得如此至高的殊荣。而且大师是在整个华裔中唯一获得此殊荣的人，此事从未发布过。当时参加颁奖典礼的基金会会员在此次研讨会中提出，此事才为外界知悉。出席这次研讨会的人士计约100余人。意云高本人并没有出席这项以他为名的研讨会。研讨会中，许多会员谈到意大师的哲言选著作给他们极大的启发，让他们找到人生的方向。意大师学问渊博，没有不能回答的问题。当今世界找不到第二人。更重要的是，意大师躬身实践伦理道德的伟大光明。正直无私是世界上极其少有的，足以为世人楷模。由此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加州政府和旧金山市政府在同一天宣布2000年3月8日为意云高大师日。加州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旧金山议会11位议员联名分别颁赠给大师表扬状或奖牌。会中发言的会员多表示，意云高大师基金会成立7年来不断成长壮大，会员们以意云高大师第三世多杰羌佛为楷模，分别在不同的行业里，通过脚踏实地的日常修为，升华自己的品德，净化自己的心灵，以种种不同的形式服务社会，造福大众。